没有人想生病，可人生哪能事事如意？真的病了，佛法能不能教我们怎么走下去？不论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什么，我们都应该努力调整，自己应该尽量不要恐慌，尽量放松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身体不适，病得很重，患有极难忍受的痛苦，那么你应该想到生病是一种正面积极的事，而非给你带来负担。因通过生病和痛苦的经历，你在消除你的负面的业。所以当你消除了今生负面的业，则来世会更加光明，你将不需要堕入恶趣。即便今生非常幸福快乐，倘若来世落入恶趣，则会有无量的痛苦。恶趣的痛苦，即便是最微弱的恶趣苦，用人间最剧烈的痛苦也是无法相比的。在亲友书中说，若被毛袭击身体300次，当然这是非常非常残忍、非常痛苦的，但是据说这种痛苦也仅是恶趣中最微弱的痛苦。因此，通过忍受痛苦，通过经历痛苦，将那些让我们投生恶趣的负面的业消除，这是件好事，由此你应该欢喜。而且我们所有的修行也是在净化我们的负面的行为，所以有疼痛和疾病便是这种实践，这是一种修持，因为修行意味着净化，而有病也是净化。因此与其将来在恶道中受苦，还不如今生受苦。有病和疼痛将是一件积极的事，若你没有生病，那当然也是件好事。因为当我们身体和心健康时，就会做善良的行为，可以修行，而修行将会累积福德，累积了福德，你将能在法道上前行得更远。如此，你能将疾病转为道用。萨迦赤谦法王摘自《疾病转为道用》。